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美国南部的德州和新墨西哥州，伫当地时间20日，拢传出着飞行机摔落来事故。其中这新墨西哥州一场地方航空展进行特技表演的时阵，所发生意外来死亡。一个死者是飞行员科尔曼，伊捌伫咧电影《独行侠》拍片期间协助飞行训练。 画面上都是当地时间20日下晡差不多2点半，这台 EA-300形式飞机当伫进行低空特技的表演。当时谁嘛无想到，这是飞行员查尔斯·科尔曼生前最后的演出。画面上会当看到，当飞机飞到最高点，翻头要冲落来时阵，煞完全失控，到尾落落来涂骹，科尔曼当场死亡。 This gentleman came in for his performance, and he was pulling some spectacular moves, just like he was yesterday. And towards the portion when he started flying towards Deming, and he made his climb up, once he did the inversion, I could tell something wasn't going to happen the correct way. 航空工程师出身的科尔曼，除了主导美国海军拿天才特技小组 F-18战机的改装，嘛因为精熬的飞行技术，伫捍卫战术独行侠拍片期间，协助汤姆克鲁斯训练片中少年飞行员。当时使用的就是20传出意外的 EA-300单引擎飞机。 新墨西哥附近的德州嘛，伫同一天传出飞机落落来意外，为附近大楼厝顶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正边天顶的光点一直向倒边过去，向发出真大的火光。代志发生的时间是20日暗时8点，传出意外都是画面上这种444小型直升机。当地媒体是讲，直升机是弄到高压电塔才爆炸落来，机上4个人全部死亡。 But now we're out in the daylight. More things are going to be found. So I would stress to folks,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Evidence preservation as well as respect for these families that are going through this tragedy right now. 对这两件飞安事故，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指出，详细原因也需要将飞机残骸集中起来，进行彻底检验，才当查清楚。公司新闻，气家人编译，